乡亲啊，继续来看新竹市长高虹安。这礼拜是请假4天到越南来考察，并且嘛打出着伊参访着瓦塔拉工厂的相片。也毋过，这桩旅程进前才互质疑是开公家钱出国去耍。即摆阁互前文化局长钱康明来发现，这个高虹安伫个越南所参访的工厂，其实伊的总工厂是伫个高雄市。钱康明讲，这个行为好诡异哦，就是真怪奇。高虹安是回应讲，台商伫个越南打拼，地方政府爱了解要安怎提供协助，这甲伫个台湾参访工厂的意义是完全无共款。秋梦乌球举办开幕仪式，新竹市长高虹安26号来到学校出席活动。不过前几天啊，伫咧越南参访现场，先互免开公家钱出国耍，如今阁互质疑参访工厂的目的敢有意义。伫咧面册顶铺相片，高虹安的越南参访旅游去瓦塔拉工厂，摕零件进入看，一群人伫咧工厂路口就报条翕相。不过新竹市前文化局长钱康明发现，这间公司的总厂哪会伫咧台湾？伫咧面册顶写爆料，爱讲考称是向建议考察越南台商，不过大家拢真歹做人。原来钱康明发现瓦塔拉公司总厂就伫咧高雄市路头，高虹安参观伊越南厂，钱康明讲真怪奇，佮讲希望市长转来到新竹，会是所讲的适合传统产业设立研发中心的香山，去参观伫咧高雄的总公司，安尼讲唔则对。参访越南在地的这个台湾的工厂，到底地方政府可以提供什么样的协助？我想这个跟在台湾参访工厂完全是不一样的观念。回到越南考察所参访总厂伫咧台湾的公司，面对这个高虹安回应讲，同款就无共师傅，不过敢会当替城市得到好处，市民拢等咧看。Hello， 我是庄宇杰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